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讲，严官府出教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“达”第八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“达”到教育的意思，咱讲通达；冒晓悟知影道理的意思，咱讲达道理。但是讲互人知影，咱讲达知。一个人事业有成就，或者是一个所在正兴正吉气，咱讲这个所在正发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四通八达，这个意思就是车路相透相通，交通正利便。第二个词读做阿里不达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唔正样、无价值、无水准的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一好教一歹，无两好相排。爸母想讲搬来这个地头，交通四通八达，真利便，囡仔会当接受好教育甲好环境。无义务嘛有真侪成人的物件，若是一个无注意，囡仔去交到歹朋友，大汉就会真做阿里不达，安尼就唔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